奴婢的朱哥哥，奴婢就一辈子陪着你。既然你要自投罗网，那就永远不许离开。从今以后，你只能待在永乐斋，哪儿也不许去，除了朕，谁也不许见。那你不如把我的双腿砍掉，顺便在那链子把我给锁上，不就行了吗？朕不会再听你的话了。你说的对，朕不再是你的龙小弟，你也不再是朕的老大。朕不会砍了你的双腿，也不会用链子把你锁起来。朕有自己的主意。来人，奴才在。传旨，把整个永乐斋的门窗都用铁栅栏封起来。这。从今以后，在这个永乐斋，朕会每天给你送各式各样的好吃的，各式各样的华服。你想要什么，朕都会给你，除了自由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皇上，其实您大可不必把这儿变成您的大鸟笼子。奴婢想过了，只要你能放了奴婢的朱哥哥，奴婢就一辈子陪着你。一辈子在这笼子里坐牢。朕已经说过了，朕没有抓你的朱哥哥。朕不是你，话话张嘴就来。皇上不愧是九五之尊啊，说起皇来，脸色不改，都不眨眼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吃你给我的任何美食。只要你不放了我的朱哥哥，你想囚禁我，让我变成你的笼中鸟，没门儿！李焕，不要挑战朕的耐心。好，那我们就再赌一把，看谁能赢。皇上吉祥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起来吧，皇上，请坐。听说这个李易欢又闹绝食了。他口口声声说朕抓了朱慈轩，逼朕要人。这个朱慈轩也奇了怪了，莫名其妙就不见了。这朱慈轩他没有失踪，他是被关在天牢里了。什么？
朱慈轩在天牢里。又是索土背着朕干的好事，是不是？妾身冤枉，妾身的叔叔岂敢抗旨欺君呢？皇上，你不要把皇后给吓着了。这跟索土也没关系，是哀家下的懿旨，让叶赫父子去办的。皇祖母，你……皇上，老太婆并不想干政。可是老太婆不能看着你养虎为患。至于这个小丫头李玉欢，一个女流之辈，你要留就留着吧。但是这个朱慈轩就不同了，他不仅是文武双全，而且他是前明的太子，身份特殊，哀家断不可留。皇上吉祥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在缝什么呢？嫁衣，也是寿衣。那日没能跟朱哥哥拜堂成礼，如果皇上肯恩准我穿着这身嫁衣，跟朱哥哥一起上刑场的话，那奴婢感激不尽。如果皇上不肯恩准的话，那奴婢只能穿着这身嫁衣，去黄泉路上，跟朱哥哥相会，完成那日未完成的婚礼。你这是真跟朕犟上了。皇上贵为天子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乃至掌握了世间所有人的生杀大权。不过，皇上，您只能杀了我这个乱党，却不能阻止我这个乱党自杀。朕跟你说过，朱慈轩不是朕下令抓的，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，是你的叶哥哥执行的，与朕无关。我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，7日以后，太皇太后就要处决我的朱哥哥。不过我不怨皇上，我的生死跟皇上也没有关系。我只希望我能挨得过这7日，可以跟我的朱哥哥一同共赴黄泉。你为何要如此逼朕？你有没有在乎过朕的心呢？在乎过皇上的心？没有。这次你真的没有骗朕。其实答案根本就不在我的嘴里，而是在皇上的心里。不过我有没有骗你，你有没有骗我，这都不重要了。反正皇上也救不了我，救不了朱哥哥。来人！奴才在。传耶和那拉莫生。
这李欢，今日你可敢在此与你的叶哥哥当面对质？为何不敢？如果证实了皇上冤枉奴婢的话，能否放得住哥哥？一个一心求死的人，没有资格跟朕讨价还价。先把饭吃了再说。奴才叩见皇上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朕身边之人，你可认得？认识。此人乃明中国乱党李易欢。现在，当着李欢的面，你给朕说一句实话：那日在慈宁宫中，你父之言可有欺君？这，若是你现在说出实情，朕还可以借我不救；若你还想着欺君，那你就是罪加。